非常高兴进去你们家里，就是今天嘛。今天的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我把荣耀归给天父耶和华。我今日想问天父耶和华好，和耶和华说，我宣布耶和华的好处为了你们那里，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祝你们好，从那个开始。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就是要说的，但是哎呀，进去你们家里，就今天晚上，今天的那个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我已经相信了，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听和跟随这个教导，按照我们的那个。主题一定要听从亚伯拉罕的上帝才可以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那如果说你们有关注好第2个教导和第3个教导，人类都做错了，他们就搞了假神的名字，那结果呢，人都犯罪了。却他们说就搞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说是真正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你就跟随他，就你不会再犯罪。按照那个上文字，一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就那个喝醉了。生活，那你怎么扒开掉这个情况？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那些人就搞了那个别的神除了一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公元前2000年已经就搞过这个真正的名字，不是你们的书那里，然后你们随便找然后你们做当据你们有真理，因为你们那里都是巨人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听巨人的那个祷告，这个是第2，你随便找哪本书，然后你跟说你的上帝那里也是亚伯拉罕的，也是不对呀，因为另之前2000年和那个1500年呢，这个上帝就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被称为亚雅法，不是管你的书，就是600年后长久到那个其他家的，包括你们的书那里，因为已经做过证据，你们那些书多不对呀，不对的话，那没有办法，没有希望。那人类我们要看下摩西的话，然后直到那个第19节。亚法你的神要强调话在那个18节里面，都是亚法的命令呢。谁不听他奉我们所吩咐的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那亚伯拉罕的上帝会那个降生本领，这个是太危险的。太危险的东西，这个是谁呀？因为这个就是中那个大弟兄中间，他的弟兄是谁呀？因为他把说出来他的命令，那亚伯拉罕的上帝吩咐他的命令这个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
就是给以色列人就说那这个是谁？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啊，就是他们弟兄，那个中间，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先知一定是以色列人。我们来念下那个律法，按照那个诗篇，第147章第19节到第20节。第147章第19节到第12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很清楚了吗？这个赐给雅各吧，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呢。这个就是赐给谁？就是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呢。如果说那个神们就说了。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那个第20节，就证明了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句子，那他们那个其他国家都不可以等先知，然后自己过来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先知，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不是那样子，然后你进去里面，然后你当以色列的那个先知，哪一个才可以可以就是跟亚伯拉罕的上帝摩西所吩咐的那个命令是什么？按照他的那个命令，就是不赐给其他国家，就是为了你们那里敬重和观众，然后别国家他都没有这样待过，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因为你不知道吗？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亚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违反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你敢说我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上帝中间的先知，然后他不听从这个律法，就他有他错误。我们还继续念律法的那个律法，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我们再来作证。这个就是赐给以色列人遵守，就是那个10条节，或者那个摩西的律法。穆斯林说以上，摩西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雨以色列人说。”大家讲要话，这个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再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不给其他国家遵守。那这个上文字直接跟我们说，其他国家进去里面就不对呀。尤其是限制是你不可以当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先知。亚伯拉罕的上帝通过摩西的话，然后他说定了其他国家不能进去里面，然后不能当他的那个先知。美国、非洲、阿拉伯、中国人呢，澳大利亚人都不能当
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先知，主了一位以色列人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律法，那很清楚了嘛？很清楚，不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就不行，然后你不可以违反这个，你那里的那个先知是谁呀？你们自己考虑，因为按照律法很清楚了，如果不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就不对呀，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出来这个命令他吩咐过了嘛，不是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就你不对呀，你是罪人呢，你将等亚伯拉罕的上帝的愤怒，那个上文直接说，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谢菲尔多拉在多拉的话，出埃及记是什么的？一定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是谁呀？最后的先知在以色列那里是亚胡书啊，他叫亚胡书啊，已经有证明了，按照以色列的书啊，然后做证据啊，这个是真理，然后把这个改掉了，然后成为耶稣。耶稣，他们穆斯林那里怎么？他们说以撒不是以撒，但是亚胡书啊，他们那个翻译错了，然后他们随便找，所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叫亚胡书啊，所有的人跟随这个最后的先知都不再犯罪呀，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赐给他国那个命令，我们要看一下，按照那个以色列的故事，因为大是先知，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决定了这个可以当先知，不是那个宗教领袖了，但是他们那个人民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决定，然后你不可以动他，那很清楚，按照耶和华的形式他介绍过了他的那个权柄啊，他是最后的那个以色列按照那个以色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先知，谁不知道了？他是先知，就是他们那里不知道以色列的故事。那些人跟随过，大多说了他是先知，他有那个门徒，他的门徒多说定了他是一位先知，一定要听从他，一定要听从那个他们以色列人，有1000个多人跟随过，他然后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妒忌。亚胡书啊，然后把他们杀掉了。我们要念一下犹太人的那个圣文字，有新约，这个就是亚胡书的那个历史，就是新约嘛，这个就是亚胡书的书。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先知的历史，在这个新约上，对，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决定了，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然后有许多人跟随过他，看不见的人多，能看见不能找的话可以起来，然后找啦，不可以说话就可以说话，他们有鬼，他会把那个魔鬼刚找掉啊。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从那个第10节到第11节，这个耶稣按照众人说的话，
大是先知，因为他们就和真都惊动了嘛，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那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要定中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他，按照上文字嘛，按照那个犹太的上文字。说话要直接说，按照那个众人说，他是一位先知，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和华说呢很清楚了，按照这个上文字，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我们讲下去看一下第46节。他们不敢抓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都说了，他是一位先知。马太福音第21章第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这是把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那耶和华是一位先知，这个是真理，他是真正的先知。对，众人都说了他为先知，那最后的先知是耶和华。我们要把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这些都是证明呢，众人看见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是将来的先知。据解，因为众人都说定了4章的第19节。